面红耳赤，怒气冲冲，性情粗暴，勾心斗角，因作为鬼神的助伴，自己认为送助有礼，就有加持，而心生傲慢。这些人似乎只能是如图般立即堕入地狱。所以就是这些方面呢，就是为什么有一种说法，就是不小心的话就是着火入魔，对不对？这个是很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因为就是在我们那个从根本上面的发菩提心，一直不断的就是在发菩提心，这个不维持，而且是在从细微的方面都不小心不注意的情况下，那么觉得自己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啊，就是也有一点点神通，然后就好像就是这些鬼神也是听他的话，然后就是我念的经或者什么也是很有加持力的。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有一天在佛真正的飞往在他的这个前面，就是天空出现了，佛真正的飞在他的眼前，他也是不会有什么特别多的这种信心会产生，因为自己的傲慢止住了，完全就是佛的功德跟一切的这些殊胜的功德。那如果是今天看到一个众生的从相当就是在肚子里面的肠子都露出来，然后也还都没有断气那种的一种痛苦的一个众生才出现在他的前面的话，他也并没有什么那种为众生的慈悲心，就是感到就像因为就心都已经变成石头一样，就是很冷血的那种。实际上来说到这样的时候呢，就开始就是要往地狱的路上，所以他就是一死亡后呢，就是相当就是抛石一样，就相当一个很高的那个楼层上，相当就是我们就今天把101上面上去一个人，把一个石头从101上面一放下去，就丢也不用丢，一放下去就直接会到地面了。对，就像这样的，就是在一死亡就直接会落地狱的啊。所以这些来说的，就当然世间上有各种各样的那种造业的这种罪嘛，但是这些所有的罪里面呢，就是不如法修持的，不如理如法的这种罪业是最严重的。那么佛教里面当然本身也就是有说佛法是什么呢？就是让众生解脱的。但是佛法修持佛法的人没有修好的情况下，那还是比普通的人更迅速下地狱所以就是解脱与下地狱的两者，尤其是在进入密宗坛城的修持密法的一个密宗的修行人来说的话，就只有两个路一个是解脱，第二个是地狱，那也没有在中间的其他的这些投胎的机会。所以他呢非常迅速的，因为能够可以修持如法正确的话，那么在功德也是非常迅速，也非常的殊胜，对吧？那如果修的不如法不对的情况下，那也是造业也是非常迅速的造业。所以就这个方面来说的话，我们就是相当今天这个就是一个大的这个比较，然后我们也是从小小的地方也是一定要注意的各种各样的方面。或者因恶业转生为凶和鬼神的眷属，是以是杀众生，或转生为药阴、豺狼等旁生。那如果是业障没有那么重的情况下，又变成这些一些非人恶鬼的眷属然后在那一生当中也是一样的非常痛苦，也是同时在那一生寿命有多长，这个当中都是造业。或者是这些某个动物，相当就是老鹰鸟类的话就是老鹰老鹰有各种各样的老鹰嘛，就是还有雕什么鹰这些，就各种各样小的大的，反正就是它有一个很强的一个爪子嘛，是很厉害的爪子，所以其他的那些鸟类也好，这些动物都可以用它的爪子一爪的话，它的那个怎么说呢，嘴巴也很硬嘛，所以它就可以使用其他的动物，那就是猫科动物也一样。猫科动物的那个牙齿跟爪子是很厉害嘛，所以也可以捕杀所有其他的很多众生，所以一生当中都是造业，到最后一样还是那个地狱，没有第二个路可以走。
从前为了藏望持诵的在龙体安康，举行扶树法事，本波教徒们进行写入供养时，第二佛莲花生大师、大智者无故有维玛拉米扎及大堪布、菩提萨埵等大义士们看到了本波教的载盘十分不悦，一将不应有二事，一法不应有二规，本波教之不合法，并非共同刑场罪。若尔我等反复理，所有的班智达不约而同，国王请他们讲法，也不传讲，宴请他们也不受用。如今我们这些人自以为是往昔诸班智达大菩萨们的追神者，若将甚深的密宗仪轨变成本波教的吟诵而神会众生，则成了出卖佛教灵魂、亵渎三宝的败类，只会将自他引入地狱，是吧？是。所以我们应恒时身具卑微，穿着破衣，尽力饶益一切众生，并且自相续中对慈心悲心这二者升起并解之前，如果能专心精进修持，那么那些诵经修善度众生的两面的广大佛法不承办也可以。所以如果自己没有达到这样的时候呢，就不承办这些就是利益众生的这种修法啊、修仪轨啊、帮忙灌顶啊等等这些的小斋啊、满罪的这些仪轨都可以不给人家不帮人家做，都可以的，都可以，这里面讲的都可以，但是而且实际上来说的话也是不允许的。如果是这样去的话，就是变成自己的羞耻，就是越来越，就像我们这个时间的语言来说到，越来越糟糕，所以就越来越不好，越来越不如法的情况下，到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样的。那前面有讲的，在往昔在这个法王持诵得赞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就刚好就是本来那个刚开始的时候就本波是特别多嘛，藏地整个就是本波教的。后来相当就是也是莲花生大师以及金明大师，还有也就是汉地的和尚都去过西藏，真正的弘扬佛法了以后呢，就是法王持诵得赞开始就是正式的把这个本波的教呢，就是在相当也是推翻了本波的教，然后最后就是变成了佛教。原因来说的话，也是就相当就是每年的在一个时间呢，就是做这种血肉的供养是特别严重的。那这个时候呢，就国王呢，第一方面就是为众生的慈悲，第二方面来说到，就是连这种人民的这种生活也是会造成影响的。就是每年就是在这个做血肉的供养，就是是很多很多的辛苦的时候。那么因为就是在藏地的话，就是游牧民族，所以就是那个辛苦是主要的这个怎么说呢，经济来源。那一下就是为了供养，就是宰杀那么多的时候，那当然就是也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嘛。各个方面的情况呢，就到后来呢，就是相当也是圆满的推翻了这些作为邪入供养的这些本波教。然后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那当然就是从这里我们看得到，那我们的那些莲花生大师也好，布玛木扎也好然后金明大师也好等等这些无量功德的这些大班智达们，那么在藏地推广佛教的时候，就是有多大的这种困难感，有经过多少的努力那么到最后呢，就是佛法非常的兴盛。那么至今来说到，我们是追随着这些班智达跟那些高僧大的，就像莲花生大师，我们是莲花生大师跟这些所谓的那个班智达们的学生。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定要知道，那么在这个他们的这个行为是什么样的，他们就是为众生的慈悲是什么样的，他们为众生的菩提心是什么样的。
那么他们就是在当初在这个弘扬释迦牟尼佛的教法的时候，那他们是如此亲近，有如此的重视，如此的慈悲。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自己的内心要重复的去观察所以这个方面来说呢，就最后这刚刚这个里面讲到的，如果是自己没有一定的成就感，没有一定的这个怎么说呢，修持方面的能力跟成就的情况下那么就不需要进行为他人修法这些的这个广大事业。那这个方面来说呢，当然就是在佛法传到藏传佛教，传到这个汉地藏传佛教传到就是台湾这些地方的时候，那也有些居士就觉得好像那么就一归会念就可以帮人家修法的，这些也有很多在家的居士，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传承跟估计，那就是做真正的这种闭关修诵这些来说的，就更没有的那些，然后就是一天到晚都是为了自己的生活跟为了自己的家庭的，把佛法都是拿来作为那种就是做生意的一种产品一样的。那些的在家的居士也是有帮人家修法帮人家消灾帮人家加持这些。那么这些方面来说呢，那当然就是今天讲到这里的一样，把这种过去所讲的一样就比较麻烦的。那这些人呢，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一些大的上师很有名气的法王，那这也不算是一直，只是见过供养过供养一些金钱，然后就一起拍照，然后邀请过几次念经加持过，领受过一些灌顶，但是灌顶的内容也没有去修然后一次两次供养以后呢，好像就是跟法王爷在拍照的时候也是平起平坐的拍照的。那些人这前面所讲的就是如果是佛在天空飞的时候也不会升起什么信心，然后在看到众生的那个痛苦的时候也不会有这种伤心感难过，或者并没有慈悲心，这种人是这个市面上也很多这个大家也是知道，很多这种的人。这些来说的就大的有大的，就是相当就大的有大的，就相当就也有很多弟子的，小的有些的也有，就是比如说同事之间，然后就师兄之间能可以骗一点的话也是骗一点，就相当就这样就帮忙一下，连你的念珠我可以帮你加持一下，没有关系，不用钱，我帮你加持一下就是做这些小动作的也有，大动作的都有，但实际上来说呢，就是大与小可能也是看他的业力有多严重而已，就是实际上来说呢，都是不是什么特别如法的。Jab